即卖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7月1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68篇24到35节。撒母耳下传第3章12节到16节。使徒行传23章12节到35节。7月12日，阮拄倒转来到伫台湾迄一天，发生一件互人感觉真伤心的火灾事件。这个火烧事件是伫彰化一个防疫旅馆，伊发生大火，造成4个人死亡的这个惨的一个代志。其中有一位是对泰国倒转来的宣教师陈建光传道。这种悲惨的代志后面，竟然有一寡人，咱咧讲算命啦吼。因安尼发表讲吼，迄一定是迄个人的耶稣吼，袂记你叫就爱走啦吼。相信任何人若有良心的人啦吼，看到即种的人留即种的话，一定感觉无爽快，甚至咱会感觉真受气吼。怎样会有即种的人？真无人性安尼吼。伫别人丧失性命的代志顶悬，伫遐佫继续滚耍笑，安尼讲伫伤口伤喙佫盐啦吼。其实嘛毋是干那即种非基督徒有即种的算命吼。其实政治嘛是安尼嘛吼。政治咱看到咱台湾的防疫。拢有真侪即种的问题啦吼。伫台湾的防疫，咱讲奇迹的中间，另外一个技术就是算命特别的济啦吼。啥物拢通骂，啥物拢假消息拢有当出来，佮用安尼讲为着台湾人民的好吼，安尼讲遮无影无食的事啦吼。亲像伫即2天台湾有2个真大的电子企业要捐助台湾1间500万剂的这个 BNT 吼，德国的辉瑞就对啦吼。就有迄个记者又佫讲假新闻出来，讲有人讲吼，因会留一寡部分吼，家己的员工承用吼，但是事实上签约就毋是安尼签吼。这真奇怪的一个现象啦吼。事实上嘛，毋是干那遮的非基督徒政治人物，也是政治的事件顶悬，含一寡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嘛，常常会安尼掠做家己真牛真用家己的想法、观念做代志的方式，甚至真侪代志是损人无利己的代志。咱看到最近咧讲到保罗的代志，保罗受掠。受判刑。伫保罗还未信主进前，其实伊家己就是即种迫害基督徒，佫掠做家己真牛，佮迫害教会。佮伊拢讲我是为着上帝来做工吼，伊感觉真光荣安尼啦吼。咱真足想看卖咱有偌济时阵，咱会真有可能举着迄讲我为着上帝即个名。事实上其实是为着家己的想法，家己想要做。礼拜日注意的信息内底，杨牧师有提到讲，有个人吼，厝里安尼重新造作啦，买新的物件啦，就将这吼新换落来吼，家具也好啦，乒乓桌啦，甚至其他的大项的物件，就捐献互教会，换落来了就捐献互教会啦吼。牧师捌听过有一间真细间的教会，只有几十人聚会吼。但是这间教会拢总有7张乒乓桌拢总是免费的，因为拢总是迄个有人厝里吼，无人要拍，所以大家拢安尼，敢若小酒做伙吼，全部拢捐献伫教会内。根据了解，这间教会拍乒乓的人数大概只有4个人。7只桌逐个人拢讲捐献，也是讲奉献啦吼。为着上帝的教会吼，这个名号真大啦吼。但是
即种诶观念，却毋是咧问讲教会需要啥，或者是讲因为教会需要来奉献金钱，还是直接买新诶来奉献教会。到落尾好，咱亲像教会诚做即个二手货诶收集场，吼，安尼共款。逐个拢讲为着上帝啊，为着上帝诶教会啊，吼。咱讲着保罗受掠、受设计、受陷害。咱亲像当初时耶稣基督嘛是受掠，摕到迄个公会去审判，啊，无法度了，佮送去到希律王诶面前，佮去到伫彼拉多面前受着审判，然后被定罪来死。表面上来看是彼拉多判耶稣来死，但是这背后有一大阵因举着迄个为着上帝诶名。吼，即内底有真歹命诶祭司长，也有法利赛人，也有经学师，这犹太教诶群体，真侪人。因虽然拢甲耶稣送到伫迄个希律王诶面头前受审，然后佮被移送去伫迄个彼拉多诶面前受审。并毋是因为因真尊重体制，乃是因为因无有权柄。经文甲咱讲，彼拉多甲因问讲：你着家己传去啊，照恁诶律法来审问伊啊吼。但是犹太人回答讲吼，阮无犹太人诶权柄。伊直接跳去遮吼，这是伫约翰福音18章31节咧记载。到底是甚物人杀耶稣？到底是甚物人害保罗？看起来是罗马的巡抚彼拉多，还是讲罗马的政府啦吼？判耶稣死刑，定伫十字架。经文的记载，保罗是死伫罗马，这是表面上的吼。但是真正背后的杀手、凶手是甚物人？就是遐个自认为家己的信用真好，代表上帝，用喙来害人、害上帝的选民、上帝奴仆遮个人。这个记载提醒着基督徒，伫咱的心底，敢是真正用上帝做王，或者是咱只有时常咧假传圣旨、照刀杀人，吼？害死耶稣犹太教领袖，因就是安尼嘛。所以因真清楚讲，阮无杀人的权柄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因借着上帝的名，佮讲，因为因讲耶稣干犯上帝嘛，因佮借着彼拉多的权柄。这个彼拉多的权柄就是刀，因为犹太人无权柄通杀人。因杀因无欢喜，互因无面子，会对着耶稣，因为耶稣拢讲实话。其实，因伫咧寄送耶稣，送交保罗伫受掠的进前，才会假冒上帝的名义的犹太人，因早已经定耶稣、定保罗的死罪啊，吼！所以因才会甲彼拉多讲，阮无杀人的权柄，伊就是要来这个杀耶稣嘛，吼！罗马军队的参谋长，咱讲指挥官，照今仔日的经文，确实比犹太人更较清楚，因为因特别安尼来派兵来保护保罗，因为伊要来确保保罗这个公民的身份会当得到公正的审问甲判决。因为参谋长伊是尊重这个罗马皇帝做王，尊重这个法律的体制。犹太人的领袖却毋是用上帝做王，伊是用掠家己做王。其实咱应该爱学习玛利亚尊主最大的心，学习大笔以举目来山，学习以诺甲上帝同行，学习拿阿甲上帝同工，确实认上帝做咱的王。